这个曹锡宝真是个不怕死的人啊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他。傅大人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。对。给父皇请安。儿臣奉旨东巡祭拜先祖，今日动身，特来向父皇辞行，请父皇训示。没什么可嘱咐的，早去早回。路上不要贪玩啊！儿臣记住了。将军，好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来人，备马！将军，你要去哪儿？曹御史写来密信，要我共赴山海关商讨弹劾和珅事宜。哎呀，上次我们联合奏书弹劾和珅，结果无功而返，我始终不甘心。我一直搜查证据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我马上动身前往山海关。将军，这万一被人知道，这擅离守地可是大罪呀！停！曹大人，是。曹大人，您的信。停！松云将军，快！天黑以前赶到山海关。是，快！傅大人，此时此刻，傅大人应该在山海关开始收网了吧？啊，多亏你那手书法绝活啊！不，是何大人计策绝妙。这次曹锡宝和松云就没那么容易逃脱了。曹御史，哎呀，宋将军，曹御史，宋将军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宋将军，我正想尽快见到将军的面，就收到了将军的信，真可谓心有灵犀呀。曹御史，我没给您写过信呢。啊，我是收到了您的信，才匆匆赶到这儿来的。将军收到我的信，我也没写过信呢。啊，不会吧？将军，这信是伪造的，我们中了别人的圈套了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好，都别动，别动啊！别动！哼，二位还想走吗？啊？别动，这坐下，别动，别管他们，让他们闹。坐下。
外面什么也听不到。闹，闹啊！闹啊！闹啊！哎呀，福大人那儿怎么还没有消息呀？何大人呐，会不会出什么岔子啊？不会，不会出什么岔子。再等等，可能好消息马上就来了。何大人，吴大人啊，福大人，松云曹锡宝落网了，真的？太好了！人呢？昨夜趁黑押回来了，秘密关押在刑部大牢里。没有惊动皇上吧？没有，皇上的銮驾就打我眼皮底下经过，可皇上丝毫没有察觉。干得好，干得好！那没有走了什么风声吧？除了我那几个亲随，就是二位大人知道了。何大人，事不宜迟，迟恐生变。福大人，恐怕你那几个亲随也不能留活口啊。好，这件事儿我回去就办。好，我马上去觐见太上皇，给皇上来个措手不及。这一次，曹锡宝、松云，这回他在劫难逃了他。何大人，鄂总管，太上皇呢？我有要事禀来。小声点，何大人。太上皇刚睡着，可是情况紧急，耽搁不得呀！啊，难道你非得让我把太上皇叫醒不成啊？鄂总管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。明白了。太上皇，太上皇，何大人有10万火急的要事向您禀报。太上皇，山海关守军传来飞报，曹锡宝和盛京将军松银在山海关秘密会面，已被当场抓获。奴才不知道该如何处置，特来请旨。等皇上回来再说吧。啊，太上皇，奴才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就按您的意思办。什么意思？赶快按太上皇的意思拟旨啊！给皇上发一份停记。太上皇，您就放心吧。何大人，太上皇可什么都没说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总管，什么叫太上皇什么都没说呀？太上皇说得很清楚，曹锡宝处斩立决，松云本当该杀，念其有功，免了死罪，流放夷离。可何大人，这可什么？怎么了，鄂总管？难道太上皇不是这么说的吗？太上皇是这么说的，何大人，咱这是不是做的他无毒不丈夫？鄂总管，我还要去拟旨呢，告辞了。说清楚，何大人，太上皇有什么旨意？曹锡宝杀，松云流放夷离。好，果然不出何大人所料。大人，赶紧拟旨，免生变数。快！好，我现在就开始拟。何大人，鄂总管，这个旨可是拟好了，现在就等前上太上皇的大宝了。
曹锡宝罪不可赦，判斩立决。宋云罪当处斩，念其前有战功，免去死罪。陪斩后流放伊犁，钦此。还不谢恩？谢太上皇。见不到曹锡宝，朕放心不下呀。还没消息吗？没有。我派人四处打探，也是没有任何曹御史的消息。朕到盛京那天，松云居然没来迎驾，直到今天他也没露面，这可太不寻常了。派去将军府打听消息的人，也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朕感觉要出什么大事，可又迟迟得不到消息。启禀皇上，奴才刚从盛京将军府得知，宋云将军数日前应曹御史之约去了山海关，至今未归。下去。这。这就更奇怪了，现在是两个人都没消息了。何大人，吴大人，曹锡宝已经处斩，松云已经上路押往伊犁了。给皇上的廷记可以发出了。皇上，廷记。出什么事了，皇上？怎么了，皇上？朕失了两位忠臣呐，是朕害了他们。这个和珅和福长安真是太狠毒了。哎，皇上，给父皇请安。儿臣东巡归来，特来向父皇复命。好，回来好。哎，坐吧。谢父皇。曹锡宝、松云谋反案，儿臣在盛京看到了廷记。啊，你办得好，当机立断，杀了一个，流放了一个。这是父皇的圣裁啊！哎，不，这不是朕的意思。和珅居功至伟，功不可没呀！皇上，这都是太上皇英明决断，奴才哪敢贪功啊！没出乱子就好，没出乱子就好啊！
皇上，奴才有话说。皇上，松云、曹锡宝谋反一案，确实是太上皇一手处置，奴才只是奉旨行事，我不敢贪功啊。何相公，看来你是真的不想给自己留一点后路了。看来皇上这回是动了真气了。好在是有太上皇给我留的命根子。放心了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皇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别再想那件事儿了。我让您出来，就是让您看看这花鸟鱼虫，让您散散心、解解闷儿的。哎，来，慢点上，慢点上，让朕扶着你啊！皇上，您别扶着我，让人家看见了该笑话了。怕什么？臣妾没那么娇气。你现在怀着朕的孩子，马虎不得。还不知道是皇子还是公主呢。只要是你给朕生的孩子，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，朕都一样宠他。奴才拜见皇贵妃。我这个皇贵妃啊，在皇上眼里连个小宫女都不如。你看皇后那得意样，恨不得把皇上当奴才使唤呢。奴才知道皇贵妃委屈呀，可奴才也是爱莫能助啊。你们一边等着去。是。你也坐吧。奴才不敢。鄂总管，这事儿你得向太上皇禀报啊！皇后可太不像话了。牛主子，这等婆婆妈妈的小事儿，太上皇左耳听右耳冒的。奴才就是说了，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啊。什么叫婆婆妈妈的小事儿啊？我身在后宫，能拿朝政上的大事儿说事儿吗？可谁让我插嘴呀？这个嘛，只要肯留心，总会找到机会的。啊，对了，这是3000两银子。鄂总管，你先收下，以后还有事儿让您多多费心呢。多谢牛主子，奴才以后一定尽心。何大人，四川总督何大人和湖广总督明亮的600里加急，有和林的折子，我快看看。四川、湖北等地的百姓早起反来了。北角的官军节节败退，情况很危急呀。这么说，何林也吃了败仗？明亮也吃了败仗。要不要把这折子上呈皇上和太上皇啊？这会儿奏上去，不是撤职查办，就是申斥啊。先压下来，等何林打了胜仗，再奏报乱匪一事，也好为他请功。好。
何大人，昨晚四川、湖北等地又来了几份600里加急。和林大胜仗了吗？官军处处吃败仗，这奏折压下来。好。时辰已到，军机大臣上场。在皇上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此事。我明白。王大人，湖北、四川一带的百姓纷纷起兵造反，官兵节节败退，事态已非常之严重了。若再不采取措施，必将酿成大祸。可是和珅怕他的弟弟和林获罪，他竟然扣下了10几封600里加急奏折，皇上和太上皇至今都还被蒙在鼓里啊。和珅如今把持的军机处，上侄子很难上达天庭啊。戴大人，事情紧急，你直接向皇上去禀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官儿，你不是刚刚新学会了一出新曲儿吗？快唱给皇上听听。啊，瓜唱的不好，皇上和皇后娘娘可别笑话奴婢。唱吧。是。老爹爹，臣戴渠亨拜见皇贵妃。起来吧。谢皇贵妃。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哦，臣有急事要向皇上禀报，可是到处也找不着皇上。请问皇贵妃，皇上是否在御花园里？不在。皇上真的不在御花园？我刚从里边出来，难道能骗你不成？哦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臣还要到别处找去，告辞了。册封的时候坏我的事，干着急去吧。戴大人求见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到处也找不着皇上，怎么办？情况紧急，不容迟疑。走，去禁忌处，逼着他们把折子拿出来，直接向太上皇禀报。好。这不可能啊！这么重要的奏折，我怎么没见过呢？胡大人，这可是军国大事，刻不容缓，听众你自己掂量吧。哟，这真有这么大的事啊！这一定是那李章京粗心大意给耽搁在这儿。你，我得立刻向太上皇禀报。这个李章京，我回头再来收拾他。呸！我正整人呢，何大人。王杰刚才来过了，逼着我交出奏折，拿着去见太上皇了。您看这是，你怎么能给他呢？他都知道了，我不给不行啊。不过，我把这责任推到那个李章京头上了。看来也只好让他来顶缸了。可他要不肯呐，毒死他，说他畏罪自杀。这儿的事交给你办，我要马上去见太上皇，不能让王杰左右居士。您放心，这儿有我，您赶紧去吧。
才和珅叩见太上皇。太上皇，奴才也是刚刚得知南方起了战乱，形势非常危急。不过奴才已经查清楚了，是那个李章京粗心大意，压下了奏折，延误了大事。可恶！严办。太上皇，臣以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召开御前会议，召集各部重臣共商戡乱大计。那就快叫人吧。这。哟，奴才见过牛主子。鄂总管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太上皇啊，让奴才来传皇上。请问牛主子，皇上现在在哪儿啊？还能在哪儿啊？陪着皇后在御花园听官儿唱曲儿呢。唱曲儿？牛主子，您看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你是说给皇后找点不自在？您还不知道啊？南方打起来了，乱匪造了反了。在这个当口上，皇后吧，把皇上勾引在御花园听官儿唱曲儿。这不就是耽误军国大事吗？鄂总管，这次你可要帮我。太上皇面前，奴才知道怎么说啊。奴才只要在太上皇面前垫句话，牛主子，您就等着瞧吧。谢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军机大臣竟然没有一人向朕禀报。皇上，事情紧急，你还是赶紧去吧，省得太上皇和大臣们等急了。奴才还得通知几位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先走一步了。永远，永远。回禀太上皇，皇上陪着皇后在御花园正在听官儿唱曲儿呢，说话就到。还有心听曲儿？哼！奴才府上安叩见太上皇。啊，起来吧。太上皇，那个扣押奏折的李章京，听说太上皇要严办，就畏罪自杀了。太上皇，这个李章京死得太蹊跷了。臣请奏，查清李章京为何扣押奏折，并查清为何自杀。王中堂，你还分得清什么叫轻重缓急吗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剿匪戡乱。戡乱，戡乱！父皇，儿臣来迟了。你们说，谁去啊？谁去戡乱？太上皇，臣以为松云将军堪当此任，应该立即从伊犁调回松云将军，由他领兵戡乱。王中堂，你这一口一个将军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松云现在不是什么将军，他是个囚犯。难道你要利用国难要挟太上皇给松云翻案不成？太上皇，奴才以为此事应由湖广总督明亮和四川总督何林去办，甚为妥当。乱匪就是在这2位辖区内开始闹事了，有他们领兵戡乱，不是越看越乱。父皇，乱匪闹事儿，何林明亮罪责难逃，可是临阵换将，又恐军心不稳。依儿臣之见，不如先下诏严斥何林明亮办事不力，再加恩留任他们，令其致力于剿灭各自辖区内乱匪，以观后效。再派闽浙总督福康安为经略大臣，统管戡乱事务。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那儿臣这就去督促他们拟旨。快去。
几份600里加急，朕居然连1份都没看到。天天上朝，你们居然一个字都没向朕禀报过，吃着朝廷的俸禄如此玩忽职守，你们不觉得可耻？发现奏折被扣押，为何没有人向朕禀报？这是为什么？说啊！都哑巴了？既然你们不为朝廷办事儿，朕就罚去你们1年的俸禄。听着，在场所有人都罚去1年俸禄。以后若再办事不力，罚去的可就不只是俸禄了。归案吧，王杰带徐恒留下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，鄂总管，刚才您去找皇上的时候，皇上正干嘛呢？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跟太上皇说一遍。刚才奴才说啊，皇上陪皇后在花园里啊，正在听官儿唱曲儿呢。可能是大家都在兴头上，奴才闯进去了，就有点扫兴了。皇后还为奴才撂了脸子呢。失德，奴才明白了，太上皇。鄂总管，麻烦你到玉庆宫传太上皇口谕，就说皇后喜塔腊氏魅惑永眼，游乐嬉戏，误我朝政，有失皇后风范，罚她在长街前长跪2个时辰，以示惩戒。这，太上皇，李章京为何扣押奏折？查清楚了吗？禀皇上，据福长安说，李章京这个人办事一向粗心大意，出这样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他现在已伪罪自尽，把什么责任都推到死人身上，自己干干净净，倒是方便得很呢。可是这个李章京死得实在是太突然了，皇上难道不觉得这里头很蹊跷吗？和珅是故意跟朕作对，你们是怎么了？发现奏折被扣押，为何不向朕禀报，就先去找太上皇了？难道你们也没把朕放在眼里？启禀皇上，臣本来就是先去找的皇上，可是戴大人一时没找着皇上，眼看着事情紧急，分秒不敢耽搁，便去找太上皇拿主意了。哎呀，为什么不直接去御花园找朕呢？臣有罪。好了，你们也归案吧。谢皇上。太上皇有旨，皇后喜特腊氏接旨。臣妾接旨。太上皇口谕：皇后喜特腊氏魅惑永眼，游乐嬉戏，误我朝政，有失皇后风范。着喜特腊氏在阶前长跪2个时辰，以示惩戒。钦此。谢父皇，臣妾接旨。那您就开始按照太上皇的意思办吧，皇后娘娘。你也有今天。王中堂刚才打断我的话，是怕引起后宫不和吧？是啊。戴大人去御花园找皇上的时候，皇上就在里头。很显然是皇贵妃从中作梗，把你给拦了下来。
皇上若是知道此事，岂能饶恕皇贵妃呀？还是王中堂考虑的周到。现在皇上真是内外交煎呐，就别再给他添乱了。这件事由我承担下来，也算是为皇上分忧了。真是委屈你了。嗨，这是臣子的本分。你怎么在这儿跪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官儿怎么回事？这是太上皇的旨意，皇上。父皇不会平白无故的罚跪吧？皇后究竟犯了什么错？这奴才也不清楚了。据说是因为戴渠亨戴大人曾来奏报南方战事，皇上和皇后在花园里听曲儿，不肯见他。太上皇追究下来，就加罪于皇后娘娘了。戴渠亨去过御花园，朕怎么没看见呢？这奴才就不清楚了。德林，奴才在。把戴渠亨传来问话。这。父皇若为此事罚你，朕也有份儿。那朕就站在这儿陪着你，你跪多久，朕就站多久。千错万错，都是臣妾一个人的错。皇上，您快回宫吧，臣妾甘愿一人受罚。你就别争了，只要你在这儿跪着，朕就不会回宫。皇上。皇贵妃呢？回皇上，皇贵妃在寝宫里。把她叫出来。皇后在外面跪着，她在屋子里也待得住。是皇上。哟，这怎么了？我这刚打一会儿盹，就出这么大事儿了。臣妾拜见皇上。你也睡得着啊？在那儿站着，陪着皇后受罚。是皇上。皇上，妹妹有没有犯什么错？就别让她陪着臣妾受罚了。你就别管了，家里出了事儿，谁也不能袖手旁观。戴渠亨是我给带回去的，你把他说出来，不是把我给卖了吗？真的？您怎么不事先跟奴才交代一声啊？这回可坏了。戴渠亨要是跟您当面对质，我也无法替您遮掩了。我不管，我总管。这事儿你得帮我担待着。奴才怎么替您担待呀？奴才还是回去伺候太上皇去。我走了。皇上，皇后是未时开始跪的，差不多到2个时辰就起来吧。奴才还得回去伺候太上皇，这就向皇上告辞了。